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嘅係衛詩雅。衛詩雅先後2次入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，憑住《破地獄》一片，令佢首次躋身影后寶座。阿哥，我哋得咗啦！多謝金像獎咁多位評委俾一個咁好嘅鼓勵我，多謝我公司英皇電影、英皇娛樂，多謝楊博士，多謝你願意拍一套咁感動人嘅電影，多謝你咁有意義嘅電影，多謝 Manny、Carol、Shelley、Jason、Cecil、Winnie、Stephanie， 多謝我屋企人，多謝我爸爸媽媽，多謝我老公。我會繼續努力。唔會辜負我呢個運氣，多謝大家。我係演員衛詩雅。